心情真是糟糕透了。CPU 底部这个地方鼓起来了，焊 CPU 的时候一加热鼓得老高，顶住了 CPU 的肚子，使 CPU 根本接触不到焊点，怎么办呢，朋友们？我看这个地方没有线路，能不能把这塊給挖了，不就頂不住了嗎？大家說有可操作性嗎？來，搞起來！曾抱怨每次得失留在記憶裏沒人問，為何夢碎了要身軀它當了真？就算當天傷了心，我知我亦是無憾。我的青春請放心，成就了真推沒遺憾。就算得不到你心，你知我亦是無憾。有一種缺陷叫無憾。誰人被困，喪失幾許真心？那天。